乡亲啊，伫这个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上紧今仔日就会将做今年第一个风台艾维尼。以目前的路径来看，对台湾并无直接的影响。也毋过后礼拜一，阁有另外一波的方面会到位，后礼拜二甲拜三会落大雨。 因为梅雨季全台咧淡高高，虽然今日雨有较回，也过说来爱注意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上紧今日对发展成今年头一个风台艾维尼。热带性低气压会在今天到明天逐渐的接近菲律宾东方，到礼拜天开始会逐渐的往东北的方向转向，然后往东北的方向移动。 因此，整体的预报路径对台湾来说，距离上还是比较遥远的。虽然目前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，也过27到29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，还有兰屿等等，要注意有长影。佮看各国电脑模拟路线图，加拿大、美国海军甲日本的气象厅路线拢真共款。其中，美国的海军的预测对台湾影响上大，气象署表示讲，这一切都要看伊往北边的角度来决定。另外，后礼拜又有另外一波方面会到位。 依照现在资料显示，可能梅雨锋面这一波锋面的话，还是会在下礼拜一到礼拜三之间影响到我们。那当然，我们也不排除，假如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，它在北转的过程更加靠近我们或更加靠近锋面的时候，也许有可能会为锋面的结构带来影响。 后礼拜一雨会愈来愈大，拜二、拜三雨上大，中南部更该注意大雨加豪雨。若30线雨会较回，也过全台同款是淡糊糊。提醒乡亲时到出门，唔通袂记炸雨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